早晨咁多位，今日係年初一，而家時間係早上6點45分。可能呢個時間大家都瞓緊覺，但係我已經準備返工啦。揸頭班車嘅師兄已經攞咗車啦，而我就攞呢架4514。開工嘅第一件事要攞張八達通卡出嚟拍卡，代表你已經返到簽到地點。呢張貼紙個顏色有啲奇怪，不過唔好理佢啦。農曆新年當然要有期間限定嘅電子顯示牌啦，恭喜發財同埋恭賀新禧。公眾假期63冇車開啊，今日要揸嘅路線係65，同樣都係去赤柱嘅，不過就唔係行大坑道，而係途經香港仔隧道。非常之巧合啊！我同埋我後車嘅梯位廣告都係同農曆新年有關嘅喎。揸完第一個車程嚟到赤柱村，喺入坑之前要睇清楚個車序啱唔啱。喺我前面有架73係早我5分鐘開車嘅，除咗有架41000行973之外，都冇乜特別。又係時候要開車啦。揸完第二個車程返到嚟北角碼頭，第一轉車來回程都唔係好多乘客，可能因為大家都想瞓晏啲啦。而家就帶大家睇下總站泊咗啲咩車喺度啦。基本上唔同顏色嘅車都有，舊城巴式、新巴式、飛機仔式、新城巴式，同埋全車新廣告嘅車都有。38嘅車有時未必係泊自己坑，有機會泊咗過嚟孖坑呢邊。揸完第三個車程嚟到赤柱村，可能有人會問，點解架車會泊咗喺馬路邊呢個赤柱村分站呢？65係冇站嘅喎。大家留意下啦，因為前面有架 E48 咧泊咗喺巴士總站嘅後面，我係唔夠位左轉入去嘅，所以必須褪開架車之後，我先可以駛入車坑。同樣係要計啱開車時間啦，73係早我5分鐘開車。揸完第四個車程返到嚟北角碼頭，第二轉車來回都係唔算多乘客啦。而家就泊低架車交俾下一個師兄，我就去出面睇下有啲咩食先。渣華道好多嘅鋪頭都拉咗閘。因為農曆新年期間好多都已經收咗爐啦，未咁快啟市啊嘛。心郁郁想去食點心，離遠見到有間功夫點心，不過今次就冇幫襯佢，反而就去咗一龍龍點心。要嘢食之前開咗茶先，唔錯唔錯，係獨立包裝嘅普洱，錢都只不過係3蚊，不過因為今日係年初一就要收加2服務費。我同同事都叫咗個飯食，唔錯喎，33蚊係龍仔蒸飯都幾大碟。20蚊嘅九皇鮮蝦腸同平時食嘅腸粉有啲分別，24蚊嘅鮮蝦腐皮卷，反而我覺得呢樣最好食。食飽之後返嚟總站攞車，站長安排咗呢架無添加嘅富豪 B9TL 俾我，車隊編號4520啊，仲係保留住原裝嘅新巴色彩，睇嚟年初一都有少少運氣喎。揸完第5個車程嚟到赤柱村，喺我前面仲有另一架富豪 B9TL 啊。行973呢個組合係比較少見。呢架4520除咗喺車身外觀，喺車廂裏面都保留一啲新巴原味道啊，包括呢一張貼紙，仲有就係呢個安裝喺樓上車頭嘅新巴年代4:3顯示屏啊，由 M Channel 用到去 BusPlay 年代啊，都仲保留住。不過而家坐巴士就已經冇電視睇啦，或者真係再冇需要啦。而家好多人坐車都係睇手機。揸完第6個車程返到嚟北角碼頭，亦都完成咗今日嘅最後一個車程。小紅又夠鐘收工啦。小紅喺度再一次祝大家新年快樂，身體健康，馬到功成。請你哋記得訂閱、留言、讚好、分享。我係小紅車長，我嘅頻道係小紅影視，多謝大家。